嗱，講起燕子咧，我揾咗啲資料嘅，介紹大家聽下。格格堡即係 KGB 啊，點令到啲女間諜咧為佢國家出賣肉體？唔係咁容易嘅喎，唔係話你要賣就賣喎，屌你有人要先得㗎，大佬，係嘛？你話你想去做雞啊做啊，寫嚟睇睇啦。嗱，唔係我寫㗎，呢啲係通識嚟㗎，真係比較冷門嘅啫，可以講講。咁啊 KGB 咧就好刻意嘅訓練呢啲女間諜咧，佢進行嗰個勒索訛詐嘅，係嘛？咁啊佢通常咧男嘅呢種間諜咧就係叫烏鴉，女間諜咧就係燕子。嗰啲男性烏鴉間諜咧就專溝嗰啲官太嘅，但係佢 KGB 多年訓練呢啲咁嘅燕子女間諜咧係好厲害一套嘢嚟喎，因為佢逢係女人咧，佢要喺心理上咧要好大犧牲嘅，承受好大嘅壓力嘅，係嘛？佢除咗性技巧之外咧，佢哋更加要解決呢啲燕子呢堆燕子嘅心理問題啦。咁啊變咗我哋用一個手法又話哇猛灌輸你為嗰個祖國嘅事業獻身嘅，好強烈嘅。即係嗱，你為個黨犧牲，啊為個祖國犧牲咁咯。等而家吳克儉咧就為撚咗梁振英獻身咯。屌你萬念嗰個一帶一路嘅就一撚樣啦，日念夜念咯，啊！好啦，咁咧就話，如果你既然獻身之後咧，你就要學識點樣用你嗰個肉體咧做工具啦。你係為咗祖國，為咗去刺探機密嘅情報，去奉獻自己嘅啫。你唔係為咗愛情或者金錢去奉獻自己嘅，啊！咁你咧將會比嗰啲追求愛情嘅女人咧，你會更加快樂嘅。咁樣洗你腦嘅。咁啊，咁佢俄羅斯咧就有一個好傳統嘅觀念嘅，就話如果外國嘅重要秘密咧，就一定要喺嗰個國家嘅政府非公開嘅文件先攞到嘅，或者通過嗰個國家向蘇聯提供情報嗰啲咁嘅公務員咧嘅手上咧先得到嘅，所以咧佢就非常重視呢啲間諜嘅個人作用。啊，咁啊變咗佢發展啲間諜咧做工作咧就係變咗係 KGB 當年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佢話：如果你唔發展間諜咧，秘密作戰咧就冇辦法做得到㗎啦。啊，每一個秘密嘅作戰任務咧都由發展間諜開始嘅。據我所記得咧，佢哋嗰啲訓練間諜嘅地方咧，有幾個重點好厲害，好似城市咁嘅。佢又揾到外國嗰啲人翻嚟咧，喺嗰個城市咧做晒公民。咁你呢個女間諜咧就擺咗你入去，由頭到尾咧發夢你都唔可以講一句俄話。你明唔明啊？所有生活習慣啊、飲食起居啊，你直情咧就係接觸到嗰個國家啲人喺嗰個地方。製造到咁大喎，咁龐大喎，嗰啲訓練基地，佢淨係設計個倫敦城市喺度咁喎，屌你一個鎮喺度，你一入咗咧，咁你入邊咧就全部嗰啲人口味啊、風俗人情啊，所以嗰啲女間諜去到外國咧一踎低咧，你又唔知佢就係俄羅斯嘅燕子嚟嘅，佢學到啲當地話啲口音啊都係咁。咁啊，佢哋揀呢啲咁嘅燕子嘅對象咧，好嚴格嘅，嚇佢唔會嘥呢個時間同埋精神財力嘅。喺佢哋嗰個蘇聯特工組織嘅手冊就規定咗嘅，要盡一切可能避免吸收嗰啲將來可能因為精神上或者肉體上唔能夠堅強而冇辦法經受到未來工作考驗嘅人，非常嚴格。咁啊喺呢個蘇聯共產黨嘅中央幹部委員會咧，就係負責向呢個 KGB 咧
提供呢啲對象名單嘅。咁佢呢啲咁嘅名單咧嘅人物咧，包括蘇聯每一個階層，有工人啦、農民啦、知識分子啦，但多數都係黨員同埋團員嘅。凡係父母住喺外國有個前科嘅人咧，特別係格格堡嘅可疑分子嘅人咧，絕對唔可以考慮請佢做呢個燕子嘅。民族問題都好重要嘅，譬如信仰斯蘭教嘅少數民族同埋信仰猶太教猶太人咧，係入唔到呢份名單嘅，即係預選都唔會，都唔剔你嘅。好啊，佢有咗名單之後咧，佢下一步咧就由 KGB 咧做呢個審查工作啦。咁啊 KGB 咧經過反覆審核之後咧，就定下咗一批培養嘅對象，咁啊再由一個特別嘅調查部咧就進一步調查。咁啊睇下啲人咧有冇外國間諜機關入嚟嘅可疑分子，咁啊定咗之後就交俾中央書記審定，然後再交由中央組織部批准，呢個手續問題啫。咁啊就跟住 OK 咗，就入一個封閉嘅學習啦。所有咧由呢個蘇聯共產黨嘅黨章到每一種間諜實用嘅技術，時間咧起碼都要2年。咁啊2年之後咧，到3年度咧就佢畢業咗啲人咧就會 KGB 錄用嘅。一半咧多數都派去做國外嘅諜報員。咁咧就交俾總部第一管理局。如果適合做國內嘅特工咧，就會交俾第2管理局。好啦 ，KGB 呢個製造間諜嘅基地咧，有一個叫間諜城嘅訓練，有7個城市嘅，全部間諜嘅，係好隱蔽嘅，喺地圖上咧你揾唔到佢嘅標記嘅，喺好偏遠地方。每一個城市咧面積相當大，咁啊每一個城市咧，啲間諜城市咧劃分咗幾個隔離地帶，每一個地區咧地域咧都係一個國家。喺間諜城入邊咧，嗰啲街道建築物嘅典型嘅用品啊，同真嘅冇分別嘅。住喺入邊嘅人咧，係由 KGB 喺外國共產黨員精心挑選出嚟嘅，認為信得過嘅人。喺入邊呢啲變咗住喺度嘅生活習慣咧，着衫啊、打扮啊，同真實嘅國家咧一模一樣嘅。你真係以為去咗法國巴黎個城市可以設計到，人都係唔理喺乜嘢場合都唔准講一句俄語，就算你談情説愛、打情罵俏，都唔可以留一句俄語。好啦，喺呢個間諜城入邊咧 ，KGB 咧甚至好刻意訓練自己嘅間諜，利用性關係咧去進行訛詐勒索。咁呢啲 KGB 嘅學生咧，訓練咗幾年之後咧，佢上級認為佢做好準備啦，就派外國咧執行任務，就由特別嘅專家咧組織一次考試。考試嘅內容咧非常細緻嘅，主要咧就考呢個學生嘅外語啦、儀表啦、生活習慣啦，係咪好完全符合到佢派去嗰個國家嘅習慣？會唔會俾反間諜嘅機關咧查出咗佢有破綻？好啦，呢個間諜嘅技能咧掌握得點樣？能唔能夠勝任到未來工作嘅需要？咁啊！而家佢蘇聯、俄羅斯訓練呢啲烏鴉同啲男女嘅烏鴉燕子咧，遍佈喺世界各地嘅，製造超級嘅錄像，然後咧進行威脅。佢哋最聞名咧嘅手法就1962年啦，就用嗰個偷聽器咧攞法國駐蘇聯武官路易登波同埋佢老婆嘅關係唔好，就派咗一批好靚嘅女燕子咧包圍佢。咁後尾呢個武官咧中咗個圈套，咁啊拍晒啲相，咁後尾 KGB 咧攞住啲相咧，就要求佢同 KGB 合作，但係呢個法國武官咧就好倔強，佢自己翻到去大使館就用槍咧自己喺個腦度打一槍，自己死咗。
咁啊 KGB 咧最重要咧就話有一件事咧就係俾戴高樂佢哋咧就係知道戴高樂做總理嘅時間咧，佢就係用咗好技巧嘅方法咧攞到情報係贏咗嘅。佢令到佢喺一上台之下咧，佢又攞到好多嘅利益啦。當然戴高樂，但後尾都俾法國人揭發咗。後尾法國人知道之後咧，戴高樂研究咗法國情報機構嘅總結報告咧，就你自己翻同女人瞓覺啦，咁即係知道佢伙計出咗事啦。但最大嘅撞板咧喺世界上咧就係 KGB 咧最失敗咧就係邊度咧？就遇到印尼個前總統蘇加諾。蘇加諾咧就好風流嘅，好多女人嘅。佢結過6次婚，有好多古仔，好多嗰啲浪漫嘅古仔。喺60年代初咧，蘇加諾咧就訪問莫斯科。咁KGB 咧知道個總統咧就好中意滾嘅，咁派咗成紮燕子介紹俾佢，咁變咗成班燕子咧做咗蘇加諾嘅客人，成班啊，咁跟住咧就乘機拍咗蘇加諾好多嗰啲錄影帶啦。好啦，到個訪問就嚟結束啦，蘇加諾就嚟要離開俄羅斯啦，咁佢咧就陪呢個總統咧去到 KGB 嘅總部，就將呢啲錄影帶咧就放俾蘇加諾睇，要嚟威脅佢。誰不知咧蘇加諾睇完之後咧，完全冇表示，又完全冇慚愧。KGB 呆咗喎，點嚟有冇咧？跟住仲問佢開聲，佢喂，你同我揼多2套俾我拎翻去國內公開演出好喎，咁屌你啊！賺錢，冇講一台之後賺錢。成班友呆咗，屌你係咪？陪你夫人又接兵。原來喺印尼咧對呢啲人佢因為伊斯蘭教國一個人我有幾個老婆㗎嘛，咁咧就對呢啲婚外情咧冇問題嘅，就唔會睇你唔起嘅。你有能力係羨慕你添，你明唔明啊？欣賞你。係啦。咁多靚女喎！搞到俄斯佬好撚冇癮。嗱呢個係趣聞嚟嘅，真係事實，真係咁樣。真係做錯。唉，搞笑。